百香果啊，百香果。哦，要放那个肥料啊，叫做苦练薄，可怜薄。哦，辣的哦，虫还可以赶虫哎。这个辣椒哦，这个番茄，这番薯叶，地瓜、番薯。你看这个凤梨啊，这个姜黄啊，这姜黄。哦，你看空心菜啊，你看空心菜用这样培养也可以种，开白花了嘞。然后这个哦，撒上那个杏菜的种子。这个土哦，那粘土都太硬了，破水性就比较差。然后下雨后积水又容易烂根了。所以改善的方法可以，比如说挖出来啊，像这样比较小块的，干了以后把它打碎，打成像泥土粉，像面粉的土粉啊，然后再调那个叫培养土啦，哦，再跟培养土一直搅拌了，这样哈，那就不会那么黏了，透水性就会比较好啊，用来种植物可能就比较容易成功。